大家好啊！咁我今日咧就喺西貢區議會嗰度咧見到有議員啊，就提出一啲幾有趣嘅建議啊。佢哋就係包括呢一個嘅方國珊啊，咁啊議員咧就喺度提出就話啦，因為日出康城咧依家就好多嘅屋苑落成，咁就建議咧就整個口岸嘅巴士服務喎，咁啊方便啲居民喎。咁我哋不如今日就睇下佢哋嘅建議係咪可行先啦。咁開始之前就麻煩大家 like、comment、subscribe 啊。首先望一望日出康城個位置先啦。就喺地圖嘅右方啦。假如咧佢哋要去香園圍嘅話咧，就要轉巴士啦，或者搭鐵由將軍澳線轉觀塘線，再轉東鐵線再轉 B7 喎。就好似好耐咁樣啦。但係其實就日出康城本身個位置已經偏僻啦，冇得要求乜嘢嘅。其次就係冇可能每一區都有直接嘅巴士路線去到口岸噶。要轉車都在所難免嘅。搭鐵路已經算係咁噶啦。只可以話啦，佢哋日出康城啲居民係中產啦。有啲要求都好合理嘅。除咗鐵路之外呢，都可以望下個巴士路線嘅。就建議790轉673再轉 B7 喎。呢條路線就更加傻啦，係咪先？790出到去藍田行去東隧搭673再轉 B7 喎，都黐線嘅，行死人咩？係咪先？睇完香園圍啊，不妨再望下福田啦。即係落馬洲。望下落馬洲站啦。假如佢哋要去落馬洲站咧，咁有咩選項呢？都係搭790出到去尖東，之後咧就搭屯馬線入呢個元朗，再轉 B1 啊。呢個路線都比較迂迴嘅。一係就係搭鐵去到觀塘線轉東鐵線啊。又係無無謂謂嘅，因為呢一個日出康城嘅位置真係比較偏僻啦。第一，冇咁多人可以 support 到一條全日路線呢。先唔好講全唔全日路線啦。開一條假日路線R 路線好未？你 R 路線一話，你點樣兜啊？你又要兜翻落觀塘，又要行先至有客噶，係咪先？始終即係香港呢，要過去關口嘅人呢，主要都係靠鐵路嘅。你日出康城本身入邊已經即係將軍澳線嘅話，已經比較衰噶啦，呢個係死症嚟嘅。你轉巴士咯，巴士點都係要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度轉噶啦。你冇理由要求每一個位置都有直車啊。當你日出康城俾你成功搞掂俾架路線你直接去到關口啦。喂，你日出康城搞掂，之後其他對面海嗰啲呢，即係咩柴灣嗰啲又要一架，香港仔又要一架，點搞啊？梗係要轉車啊，大佬。你呢啲路線咁僻，你真係冇可能咁奢侈要求有一條線嘅路線去到關口啊。轉車去到都算係咁噶啦。只可以話啦，呢啲嘅議員嘅建議呢，都為咗選票呢，都無所不用其極嘅，只可以話。日出康城基本上就係無論去關口又好啦，或者出市區都好咧，啲巴士班次服務都比其他地區係差啲嘅。不如考慮一下加強翻日出康城出翻市區嘅一啲嘅服務，先至去考慮其他嘢啦，係咪先？始終去邊境唔係日日去噶嘛，但係你出省離開日出康城，日日都要做噶嘛。不妨考慮再加強一啲去觀塘去旺角甚至去到可能荃灣等等新界地方嘅路線，先至再考慮即係邊境路線啦，係咪先？其實日出康城呢都有條96嘅，不妨望呢條96咁係發生咩事先啦。日出康城即係望下條96咁，佢服務班次都係繁忙時間班次冇辦法啦，始終客比較少啊。呢條96就由呢個康城花園啦，就去到大埔工業村啊。佢又兜將軍澳啦、
咁啊，不妨就叫啲人出將軍澳搭呢條916，之後去到即係大埔度轉巴士又好，轉鐵路又好。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要呢條916呢湊夠客先至可以全日。如果唔係呢，真係都係嘥鬼氣嘅。咁啊，依家呢一個情況只可以話啦，議員應該建議啊，九巴加強916服務啦。如果中意嘅話，可以要求佢即係兜埋去日出康城啦。之後再唔係的話呢，都可以要求呢九巴加強多啲嘅，唔好話去大埔工業村啦，或者直接喂，即係好似學798咁樣，喂，加強啲去沙田啊，即係日出康城去到沙田啊，接駁一啲火車嘅路線，咁去到羅湖同埋落馬洲，對件事已經有幫助好多。咁啊，不妨啊望下啲網民點樣講先啦，咁樣。咁啊，之前呢就有人要求啊，直接916啊延長到香園圍啊，咁呢個就好黐線啦。咁啊，本身就916係大埔工業村去市區路線，點會拉到關口呢？咁關口又係另一個專營權嘅一啲嘅即係牽涉到嘅問題啦。咁啊，當然啦，如果理由足夠、人數夠嘅，絕對可以考慮。咁啊，大佬，但係冇理由區區都要有車去到關口㗎。咁關口梗係 suppose 一個關口去到一個中心點咁嘅地方，一個hub俾大家轉車就算啦，係咪先？咁依家香園圍去到粉嶺、大埔、大圍，咁啊都好夠做啦，仲有屯門啦，係咪先？咁有人建議啊，就直接揾直通巴，揾永東、揾環島去做，咁都啱嘅。一架車坐60條友，咁50零蚊，咁啊可能觀塘拉上去都有機會做下，係咪先？咁啊，再唔係啊，就叫258D 啊嘛，去日出康城，即係虹橋轉 B3X 又得。之後呢，再望下佢哋點樣講啦。咁啊，其實啲網民都比較理性啊，唔似一啲嘅議員呢，為咗選票呢，咁啊空口講白話。因為大家始終都要知道嘅就係日出康城本身嘅位置係凹咗入去，你好難揾到車去到，又做到日出康城啦，又做到觀塘，又做到將軍澳啊，好難做啊。咁啊，之前呢，就係有啲人話啦，哇，要直車喎，要日出康城飛走九龍東啊。咁啊，其實都好難嘅，除咗運輸署批准之外，都冇咩城市嘅機會啦。咁樣。咁啊，都有人講啦，E22係特例啦，係阻止龍運開 A45啦，咁樣。咁啊，E22A 啊，A29係一個個別例子啊，咁樣。咁啊，首先就係要運輸署覺得轉車站呢個用途係不足以應付啦。咁始終就係日出康城有將軍澳啦隧道，有將南隧道嘅轉車站，仲未計啊！你去到屯門或者沙田都有好多隧道轉車站。咁啊，現有嘅服務都可以解決到需求，除非一啲議員好針對性咁覺得一定要一程車一直車過先叫合乎選民利益啊！如果唔係，其實都基本上開日出康城到離境口岸嘅一啲嘅交通服務，其實都唔合乎成本效益嘅。咁啊，嗱，城巴有得用79轉798做 BPI 啦，咁樣。咁啊，去到皇后山咁啊，自然就可以轉到 B7系列啦，係咪先？咁啊，啲人都講得多重點啊，就係如果現有嘅916啊拉到去香園圍同日出康城啊，咁啊 keep 住現有服務咧，都2個幾鐘都未到啊，咁啊都係嘥 gas 嘅。咁啊，有啲人都話啦，連粉嶺上都未有直車就諗口岸係異想天開，咁就啱。頭先我都話應該加強翻新界嘅服務先，始終即係來往口岸唔係日日都做，反而你來往啲新界嘅市區先至係緊要啲噶嘛，有啲人翻工噶嘛，係咪先？咁啊，嗱，啲人就話79K，話59S、75咁樣都係轉車轉嚟轉去啊。咁但係運輸署就個規條都係話啦，要解決到嗰個客人即係個乘客數量要飽和先再諗噶嘛。咁而家都未飽和，係咪先？咁啊，再望落去啦。咁啊，啲人討論都主要講緊 A29佢哋點樣做機場，點樣做將軍澳啦。咁啊，都少少唔關事，但係就即係
如果皇崗有條路線招標啊，咁有條友就建議康城開經坑口寶林行張穗，之後觀塘道啊，之後再轉去山穗黃巴站啊，咁其實就有啲嘥氣嘅，因為真係根本上 support 唔到呢一個嘅客源啊。咁啊，有網民就推測啊，方國珊議員嘅意思就係日出康城自己夠養一條口岸線啊，咁啊真係搞唔掂啊，冇可能嘅係咪先？咁啊，都係揾旅遊巴去做最合乎成本效益啦。咁呢啲地方要有車去口岸，咁啊直車嘅咁咪俾貴啲咯。因為落觀塘自己搭直通巴，如果唔係真係揾一架九巴或者城巴去做呢，基本上真係嘥氣，運凳多過運客啊！真係，始終就如果你日出康城兜到落觀塘的話，咁唔需要整條線啦，叫啲人自己搭車落去轉都得啦，係咪先？咁今日睇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啊，拜拜。